来，即届火车出遮尔大的代志，真侪人想要为死伤者尽一份的心力。台中市长罗秀燕甲新竹市长林志坚率先来表示讲，要捐出到1个月所得。卫福部甲台东县、花莲县甲新北市嘛，拢来成立着捐款的专户。 面册有写讲1块无嫌少，1000无嫌济。新竹市长林志坚招市民做伙捐钱，并且捐出1个月薪水，要帮助即摆代替塔勒国河事故受难者渡过难关。除了自己将1个月的薪资捐入以外，也希望号召市民朋友1块不嫌少，1000不嫌多。 台中市长罗秀燕嘛伫面册写讲，伫台湾生活的人拢是一家伙啊。面对伤痛，咱做伙陪伴家属，勇敢行落去。所以讲，伊嘛捐出1个月薪水。大家多伸出援手哈，大家陪他们渡过难关。 即摆代替事故，全国拢深感哀痛。伫即款的气氛下，民众若想要为死伤者尽一份心力，即摆中央甲县市政府拢有设捐款的专户，卫福部的赈灾专户就提供2个口座，方便国内外民众捐款。台东县、花莲县甲新北市嘛对中央伫做。 民众会使用微博，还是汇款，是讲爱加注明用途，是要捐予控诉控制台北过河的事故。并感谢所有打电话进来台东县政府的爱心善心人士，我们一定会善用这笔捐款。 除了亲身去邮局，还是银行办理。即卖卫福部甲 7-11有合作，4月初5 0点开始到4月30暗时11点59分为止，有 iPhone 紧急的募款专案，互民众会使即时捐款，到4大超商拢会使捐。每一个人爱心拢会使变成一份力量，互咱团结起来，互相陪伴，渡过即摆难关。